表大好，欢迎收看2月24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年7月份，铁路警察李成汉洪台市这案2审解判嫌犯有期徒17档，成汉妈妈讲伊勉强会使接受。台南安平发生的开人案，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台南市警察局彭永玲嘛出面向乌道宣战。美国正出名的高尔夫选手泰戈伍兹传出车祸，脚骨折，加载无性命危险。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日增加4站对境外离癌武汉肺炎的病例，分别是为美国跟马来西亚入境。另外，3月初开始，外国人就会使搁入境台湾。那么来听指挥官陈时中伫下晡2点记者会上盖新的说明。有新增的4例境外移入COVID-19 的病例那有1位是美国籍，3位是本国籍那这4位都一样，都是在国外曾经有确诊有确诊的情况，那也都有2次阴性检验的报告。那都在检疫期满之后，因为有各种不同的需要，而再度自费的采检。3月1日起恢复本国籍人士入境条件及桃园机场的机场转机的作业，基本上就是恢复跟原来的在秋冬专案之前入境或转机都是还继续我们维持3日内的阴性报告是必须的。那居家检疫，居家检疫仍然是要求要一户1人，然后或者1人1户。恢复低中低风险国家地区可入境人士来台从事短期生务者，申请缩短居家检疫。咱再来看发生伫今年7月份的铁路警察李成汉洪台事件案，台南高分院2审宣判，姓陈的被告1审本底是判无罪，2审改判有期徒17档，拐出来爱搁强制监护5档。李成汉的妈妈是讲，安尼判决伊勉强会使接受。勉强可以接受了，莫讲无罪啦，无罪真正是无法度接受了。前一暗紧张到透暝困袂去，铁路警察李成汉的妈妈知影杀害后生的姓陈被告2审被改判有罪，虽然无达到无期，却有淡薄仔感觉安慰。只是想起过身的翁婿，心中不免有一寡感伤。真正迄阵啊，伊也莫甲讲判无罪吼，可能阮先生啊，佫伫个，我嘛较有看。并出后生甲翁婿相片，想起过往的一寡代志。李成汉母亲表示，翁婿伫被告1审被判无罪了后，心情变甲真郁卒，身体无爽快，也无要去看病，严重胃出血，致死过身。铁路警察李成汉是伫去年7月处理补票纠纷的时阵，互姓陈的被告压倒毒死，1审认定被告得到思觉失调症。案发的时阵是处于发病状态，无辨识能力，被判无罪。专案上诉到台南高分院2审判决是大反转。原审认定说是已经无辨识行为能力，并据为被告无罪之判决显有不当，故予以撤销，处有期徒刑17年，并于刑之执行完毕后赦免后，另入相当处所，施以监护5年。无罪甲判有罪，是因为合议庭也参考成大病院的精神鉴定报告，认为被告犯案的迄当时，虽然辨识能力明显降低，也毋过却无完全失去，而且造成的原因是伊无依规定食药啊。未来若讲继续食药啊，都会当有效控制。这一般的结果，李成汉母亲讲是汉服社会一点交代。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台南安平连续发生杀人案，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外界嘛质疑台南的治安哪会安尼？台南市警察局长彭永玲就专工出面回释咧，嘛向乌道宣战，讲伊绝对袂互因伫台南市为非三者。23暗时8点外，监视器翕到一个查甫人入去安平这间徛家，过无偌久出来，就甲2支枪放伫咧涂骹，随甲警方投案。警方赶去现场，发现一个姓陈的查甫人，已经互投案的姓蔡查甫人枪杀。台南安平对1月开始，就连续发生做网络直播的主播去互掠去，停车场的杀人案、帮派结冤受烧台案件，造成2个人死亡。但到日满过，警察局长彭永玲嘛出面向市民回释咧。在此，对于这一个蔡贤再次犯下用枪射杀陈姓民众的案件，本人感到非常的遗憾。
也因此对台南市治安造成不良的形象感到抱歉，向台南市民道歉。警方调查，枪杀姓陈的查甫人的蔡姓嫌犯，就是进前涉嫌犯安平区停车场杀人案的主嫌，而且佮1月2日网络主播红掠去的案件有牵连。警方定调是帮派之间结冤仇相抬案件。细串嫌犯到案了后，彭永玲疑似透早佮再出面说明，强调停车场的杀人案了后。警方就已经掌握7个犯罪嫌疑人，有3个已经在押。细串嫌犯到案了后，剩1个还未抓到，有信心会当把全部的人具体到案。有效地厘清这些黑道的组织，他们的不法利益的结构，还有涉及本案的相关党羽，我们证据到哪里就办到哪里。我们绝对要以我们最大的决心跟态度，来压制这些黑道帮派。不容许他们在台南市恣意妄为。彭永玲嘛强调讲，台南的警方向黑道宣战，会用上大的决心甲态度来压制，无容阮后衰帮派继续起事，影响市民对治安的观感。另外，真正是虾米人协助细串嫌犯逃走，又搁是虾米人提供情予伊，未来拢是警方侦办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检方之前的查诈骗集团案件，发现中立分局一位姓刘的前副所长，伊的信用卡互偷窃2万外块。也毋过，这个副所长佮定定甲诈骗集团联络，检方怀疑讲有问题。这个副所长嘛先互调职等待调查。桃园地检署嘛以涉嫌帮助诈欺罪，和这个副所长20万交保。去年11月，桃园检警查到一件诈骗集团，利用 Apple Pay、Google Pay 等行动支付，导入被害人200多万的诈欺案。诈骗集团掌握被害人的个资，假讲是持卡人，骗过银行的客服人员，偷改行动电话甲电子信箱，绑定行动支付，交过去消费套路。篡改后的门号来申请电子支付，诸如Apple Pay、Google Pay 这些等等。并以篡改之后的门号及电子信箱作为接收银行端认证简讯及讯息的工具。共案的共犯姓林的女子交保，今年初如果因为涉入另外一件套路案被抓，检警调查被害人的名单，发现迄当阵担任中立分局副所长的姓刘的孙子，信用卡被人偷入2万外块，过4天才去挂失，也甲诈骗集团的嫌犯联络。虽然姓刘的当事人发冤枉，检方认定以帮助诈欺，以20万交保。目前已经将该名同仁调离现职，静候调查。本分局将严格实施风纪自律，并实施管考督查，以防范风纪案件发生。中立分局讲，据着几年前侦办信用卡偷录案件，发现姓刘的孙子名下的信用卡被人偷录。为了要查清楚是何人冒险，也是有不法的代志，主动报请地检署指挥侦办，若发现违法，绝对严办。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之前要买德国 BNT 疫苗受到阻碍，今仔民间团体经济民主联合指出，代理大中华地区 BNT 疫苗大股东郭光昌，伊捌担任中国人大委员，嘛甲中国统战部关系真密切。民团嘛批评讲，台湾即届想要买疫苗，会拄到遮尔侪困难。其实是甲马总统时代开放中国资金来台湾，佮有2019年签署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有真大的关系。投审会硬起来，投审会硬起来，做阿中部长的后盾，做阿中部长的后盾。警告中资公司唔通主动台湾摕到疫苗，台湾积极对外采买疫苗，却一直受到阻挡。卫福部长陈时中进前讲，有人无希望台湾伤过欢喜。我界认为伊所讲的是有大中华区代理权的上海复兴医药。经济民主联合第2时讲，复兴医药的大股东郭光昌，唔但担任中国人大，也办是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副理事长，统战的背景真高。上海复兴医药和德国这间公司签订所谓的大中华区独家代理权，吴以芳和郭新军扮演了非常重要、非常显著的角色。复兴医药的董事长王以芳，同时也是复兴医药伫台湾分公司翰林生技的董事。民间团体质疑，那是复兴医药阻碍台湾摕到 BNT 疫苗，伊名下伫台湾的中资翰林生技无法度脱离关系。针对外界伫咧注意讲，
复兴医药是安怎摕到台湾的代理权？民安团体讲，2009年马政府开放中资来台湾投资，也有2019年签署两华医药卫生合作协议，造成台湾被拔入去大中华疫苗困局。杨志良在2010年12月签订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的时候，在这个协议里面就约定说，双方同意会在疫苗研发合作，会在临床试验、上市前的审查合作。民安团体认为，两华医药卫生合作措施，因此诚济复兴医药摕来甲德国厂商签约的证明，因此希望导审会赶紧调查，追究复兴医药汉宁生机是毋是有滥用独家代理权，非法垄断疫苗采买，保障台湾会当赶紧摕到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智库今仔举办远景台湾2030论坛，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民众党主席台北市长郭文德共台，两人伫会前嘛拢接受访问，嘛拢强调讲，在野党本地就会针对议题来合作，甲地方选举无关系哦。伫论坛的过程，两个人嘛是无虾米互动。蓝白拖，丢白烂人。独派团体提出口水存人，抗议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甲民众党主席台北市长郭文宪伫国民党智库论坛顶悬共台，拢有家己的拍算。那赢早起的远景台湾2030论坛，被解说做未来选举若被合的起手势，未演成轰动。江启臣甲郭文宪伫会前受访时表示，在野党之间本来就会成就议题来合作，甲地方的选举无关系。政党之间在议题是可以去讨论，可以去沟通，甚至在一些议题攻防上面也可以有相互的合作。但是地方选举，那当然又回归到地方选举，每天要么谈选举，要么谈意识形态的，奇怪，其实民生议题还是要拿出来讨论。像我倒觉得这样的，对我来讲，一直在讲民生议题哦。不分党派我都可以来参加。不过，这摆江启臣国民党合体，那赢内部出现沟通落差，和智库副董事长连胜文事后才知影，引起风波。江启臣出来讲话，表示检讨改进流程，是不是照国民党优待形式？江启臣笑讲家己应该无需要，国民党也认为是大家想伤济。国家的层次是在分配。在正义这件事情上在分配，那怎么样去扮演一个重分配的角色？过去我们的政府其实也做了很多，可是呢，显然还不够，或者显然方法上有问题。技术正义根本就是世代正义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以前我们毕业的时候，大概花个几年就可以买到房子，现在在座台下的年轻人，你觉得你要多久才可以在台北买到房子？很困难的。这个就是剥削。讲到台湾的世代正义甲基础正义这议题，江启臣国民党拢有家己的想法。不过，两人为斗阵翕相到这两边来看，拢是零互动。国民党也是先因为有重要代志离开，这场另类江科会是不是有后续的效应？爱个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准备要伫2、8迄天邀请前总统马英九伫纪念活动来致辞，引起本土社团的反弹。台湾国家人民宣布讲要退出协办，律师李胜雄是批评讲，邀请马英九伫2、8演讲是侮辱台湾人。马英九今仔回应表示，因为2、8事件用心拍拼30档哦，强调讲伊会出席活动。2、8事件伫要届满74周年，台北市政府邀请前总统马英九伫纪念仪式上致辞，引起反弹声音。1987年2、8公益和平运动的发起人律师李胜雄批评，国民党是2、8的加害者，请马英九参加是侮辱台湾人，甲2、8家属，希望马英九家己知难而退。为228尽心尽力差不多将近30年了，制定这个补偿条例，后来改成赔偿条例，然后呢做各种各样的平反工作，不要因为有偏见的存在，就忽略了这30年来的努力。马英九无惊批评，再去参加2、8相关座谈会时，讲到去拜访2、8家属，也一度后甜。不过，这摆台北市政府甲台湾国家联盟合办纪念活动，本土社团对马英九参加非常不满，所以台湾国家联盟宣布退出协办。台北市府表示，本意是希望减少对立，更加侪包容。我们理解他们的立场，但是我们会按照既定的计划来举办，彼此
能够在这样一个去了解过去的历史，然后能够真正的达到和解共生啦。引起了解28迄天活动，北市府邀请前总统马英九、副总统赖清德、台北市长郭文哲参加。即马台湾国家联盟退出协办，副总统赖清德也可能另外有行程无出席。台湾共生青年协会表示，要伫28早起开记者会谴责郭文哲、马英九消费28事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屈泰山接任陆委会主委，因希望两华关系会使春暖花开哦。中国各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是表示，以早的两华关系是袂歹，也毋过受到民进党政府的破坏，嘛强调讲九二共识是重要的关键。之前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捌讲，因为中国咱要买德国 BNT 疫苗，才会拄着遮尔侪问题。马晓光嘛批评讲，这拢是陈时中家己编出来的。陆委会主委邱泰山就年伫交接典礼致辞的时阵，伊讲到后疫情时代两华交流一定要恢复，伊希望两华关系会当亲像春天到花会开。中国各台办早起举行记者会，发言人马晓光对此表示，两华捌有这种时阵，只是互民进党政府破坏。伊强调真侪届，只要接受九二共识，双方交往ก็袂有障碍。春天需要有东风那么花开需要有雨露那么这个东风雨露就是九二共识所以如果台湾的一些先生们有这样的期待愿意顺从两岸同胞的意愿那就回到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立场上来。对邱泰山接任主委的人事安排，马晓光无评论，佮以换汤嘛爱换药来比喻，促进两华关系关键是伫政策甲行动。佮以这个先生来称呼邱泰山，嘛捌互各台办叫做这位先生的卫福部长陈时中，捌透露台湾互中国主动向德国买疫苗。马晓光再度批评：所谓大陆因素阻碍 BNT 疫苗售台的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在疫苗问题上，民进党当局某些人执迷于玩弄政治对抗自导自演这场戏码。无非是想掩盖自己迄今无法及时取得疫苗的窘境，企图将台湾民众至今无疫苗可用的怨气引向大陆。对中国国产疫苗已经伫中国也有香港真侪所在等开大规模的注射，中国嘛向53个国家提供疫苗协助，但是台湾有真侪疑问。马晓光借此再度批评民进党政府，并各种理由拒绝中国疫苗是政治操作，由此嘛会当看出政治问题是两华目前上大的重点。记者郭彩泽之前台北报道。这个民测拒绝澳洲媒体要求爱付费用媒体，也毋过昨民测态度放明了，互澳洲媒体新闻会使搁铺伫民测顶头，也毋过有学者是认为讲，媒体甲社群平台为着利益吵吵闹闹，也毋过对一般的新闻工作者来讲，根本无任何的帮助。Australian news will be restored to the Facebook platform, and Facebook has committed to entering into good faith negotiations with Australian news media businesses in seeking to reach agreements to pay for content. 自去年底，澳洲政府准备要提出法案，强制 FB 等社群网络平台伫咧使用澳洲媒体内容时阵就要付费开始。FB 甲澳洲政府之间就一直伫咧互相呛声，动作真多。顶礼拜 FB 决定禁止伫咧平台顶分享任何来自澳洲媒体新闻连结，甚至连澳洲消防署等紧急应变单位也无法度伫咧 FB 发布消息。其实，伫去年美国大选前后，社群网络业者封锁绝大部分对民主党镇压不利的消息，也有共和党对投开票过程质疑的声音。迄当阵，其他国家的政府拢徛伫咧看，社群平台拢无障碍就达到因的目的。不过，即马其他国家也共款拄着这种情形，拍算要立法叫社群网络业者付费的澳洲政府，是美国大选了第一个被针对的对象。不过 ，FB 想要借着市场独占地位，迫使澳洲政府屈服的想法是踢着铁板。毋但是各国政府提出真侪想法甲法案，所存因恁的领头 Google 也抢先甲澳洲媒体达成付费协议。
同款也是 IT 大厂的 Microsoft 公司也公开声援澳洲政府加媒体产业，和 FB 怎么是家己一个人在变。就算是 FB 公司让步，愿意付钱和新闻媒体，对媒体新闻专业有偌大的帮助。美国法律学者表达悲观的看法。Much of that money won't go into the hands of journalists or journalism, and it points out the more systematic problem that if we value journalism as a society, relying on the market to produce it may not give us everything that we want. 英国广播公司 BBC 分析讲，修正后了的法案内容，强调先和社群网络加媒体业者家己去瞧，若是瞧不好势，则由政府来瞧。这虽然会和社群平台加大型媒体集团互相拢有利。英国更加认真伫咧报道新闻的一寡小型的媒体，伫咧甲社群网络业者谈判的时阵会较弱势。公司新闻持家林编辑。美国真出名的高尔夫选手泰戈伍兹传出车祸脚骨折，已经喺手术治疗，目前了解是无性命的危险。为空袭画面中会当看到这台车倒伫山坡道路外，头前严重受损，安全架柜啊亲像顶开的，部分残骸四过线。美国高级民众老虎伍兹伫洛杉矶不明关紧并车，消防甲医疗人员以气球破坏车辆，将伍兹为车内救出来，搁用救护车送往当地病院。伍兹骹腿的骨头几个所在支去，目前无性命的危险。What was said is unknown, but he was conscious. It crossed the center divider to the point that it rested was several hundred feet away. So obviously that indicates they were going at a greater speed than normal. Because it is downhill, it slopes, and it curves. That area has a high frequency of accidents. 警方是伫23世纪7点12分接到车祸报案，伍兹是一个人开车，目前已经针对伍兹的车祸事件展开调查。这也是伍兹第3摆牵涉交通调查案。伊捌伫2017年因为食止痛药啊，致死危险驾驶。2009年，伊的坐车伫佛州家己厝的外口弄到消防栓甲树啊。45岁的老虎伍兹生涯拢总摕到15座大满贯冠军，也几啊摆受到脚趾片受伤困扰。2017年手术了后，重返球场。2019年伫美国明联赛第5摆封王，写落高段中山再起的行棋故事。伍兹顶礼拜六出席一场巡赛，担任颁奖前。22、23两天拢咧翕高球电视节目。伊最近一摆的比赛是伫去年12月20，当时伊甲11岁后生同齐出现。去年也等前2天，因为脚趾片受伤，第5摆同倒。有人问伊敢是参加今年4月的美国明星赛，伍兹当时的回答是希望会当。公司新闻吴玲编译。来看一批来自北非的非法移民，人是秘伫有倒粪扫堆内底，想要带回收物的货柜偷渡到西班牙，也毋过人还未到西班牙，第19就互警方抓到。这个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员伫装满玻璃杆的回收物货柜当中发现一口动静，这时阵雄雄伸出一只手拄啊抓着咧。这移民的面看纸帮想要将家己藏身伫回收的杆仔内底。原警讲一开始以为是看到人的骹腿，第一感觉是一具尸体，赶紧敲电话叫救护车。警方敢若伫这个货柜当中就找到4个人，另外一个人秘伫的拢是有毒的炭疽塑胶袋仔内底。拄被发现的时阵，因为无意识，袂顶袂动，后来惊醒想要反抗，不知货柜、地不箱啊、卡车，抑个其他的车内底都有秘人。这摆总共有41人被查到。警方表示，这人秘伫遮已经毋知互这回收的玻璃缀过几啊摆。每年有数千个非法的移民想要为麦里亚甲小达港进入西班牙。这个所在伫摩洛哥是西班牙伫北非的海外属地。敢若是麦里亚港今年目前已经发现有1781人想要非法进入西班牙本土，2019年有11669人。去年分别以海陆偷渡入境西班牙的有41861人，比2019年悬出29%。公司新闻恩云玲编译。再来看咱国内的新闻，台铁伫昨午伫台东的海端火车头，有2个工人互工停车弄死。交通部长林佳龙嘛要求台铁成立改善小组，1个月内底爱针对所有行车运转的人员重新来训练。针对外界质疑台铁的骹手无够，林佳龙嘛讲哦，会要求台铁爱加强新进人员的经验传承。中华案发现场海端站发生意外了后，倒班维修工作
被下令停工。列车是以慢速方式通过现场，代替佫发生治安事件，被交通部要求成立治安事故改善督导小组，专门检视代替各项施工标准作业程序，落实 SOP， 佫限期调回现场人员重新训练。落实的部分哪里出了问题？也呢，在1个月内会这个安排所有的行车运转的现场人员回训。加强劳动安全的这个讲习。这件造成2死1重伤的重大事故，台东地检署已经展开调查。团员当时伫现场的电力维修是职员甲指导员，因为涉及过失致死罪。佫通知10万交保候团，针对外团当时倒班只临时申请延长保修，无申请封锁路线。地区维修车毋知影铁基路有人，大多也未付。铁道协会建议未来应该有关维修规格。到底列车为什么它会闯进去这一个有施工作业的一个范围里面？未来我们应该把列车闯入封闭区域，就视为跟撞击到施工人员是一模一样的等级。今年1月18日，代替一名吊车员伫吊住车辆基地从事吊车工作的时阵，互2个车手夹到重伤不治。代志过了2个月，佫发生死亡意外。代替产业工会批评，代替的人力顺轨吊车作业应该爱全面检讨，避免悲剧佫再度发生。记者综合报道。110年的大学学测成绩今仔公布，国文、英文、社会甲自然这4科顶标拢是13级分，数学顶标去年是14级分，今年是11级分降3级分，嘛是最近这4档上低。数学在解题的时候它的特殊性，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那考生有的时候会对某一些题目花比较多的时间，变成他在其他的题目上面，比较没有时间去做重复的验算，在解题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牵扯，所以在实际的这个难易度上面，跟预估的难易度上面，就会有一些落差。最近这几档学测的数学常常质疑讲题目出了无好、无介稳定。大考中心是表示，今年其他的科目分数拢甲以前差不多水准，数学是变动较大。大考中心会来调整哦。大考中心嘛提醒，明仔载才会寄成绩单，考生的分数若有问题，明仔载开始就会使来申请复查。虽然大学学测成绩单公布，也毋过现在离海管道是正多元。云林四湖文心高中有一个蔡基明同学，已经之前申请到台大4名科学系。带同学的妈妈是新住民，一个人甲伊带大汉。伊平时毋若真够读册，真认真读册，佮会帮妈妈斗做事。校长嘛讲哦，这个囡仔真正无简单。甲同学有讲有笑，伫云林四湖读文心高中3年的学生蔡基明，伊自细汉就甲新住民的老母相依为命，生活所费拢是靠老母做事来担。蔡基明也真认真咧读册，并出脱，成功透过希望入学管道，加做台湾大学未来学生。跳起来，然后抱着我说：“耶，我好像中乐透一样。”对我们乡下来讲，是一个很不简单的机会。可以处于一个弱势家庭的孩子呢，要经过很多的不同的挑战。蔡基明自细汉就生活伫咧草地所在，下课了后，嘛会去田里斗做事，对大自然的生物生态是拢真有感情。所以即摆申请到台大生命科学系，互伊是真欢喜。嘛毋望未来会当针对这个方面继续深入研究。因为从小很常在田野间里面玩耍，然后跟大自然比较有多的机会去接触，我会想要去中研院去做，继续往下做一些研究。申请上这个大学，其实他自己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他说比较主动，就是先想到下一步的学生。国内即马愈来愈侪大学开设弱势族群的特殊入学管道，嘛提供奖学金，就是希望会当帮助到中低收入户、特殊家庭，也是新住民的囝儿，唔免顾虑到经济负担，顺利来完成大学的学业。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市属职业工会等团体今仔是到健保署头前抗议，因不满健保准备要起价，也毋过增加的收入根本毋知要用伫倒。伊嘛呼吁政府应该爱修法，互医疗基层嘛会使来参加健保的制定。新冠肺炎疫情依然伫全球滚价，因看到医护人员的重要性甲辛劳。啊，毋过一早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等18个医疗产业相关工会，伫健保署头前表达诉求。因指出，今年国内起健保费率甲真侪项给付，啊，毋过医护人员看得到，食袂到。健保署根本就没有明文规定要怎么花，所以这些钱全部都会放到那个医院的那个收支大水库里面。这个起健保的关键由全民健保会决定，啊，毋过工会提出4个名单。今日是粉红色假的团体已经连任4届，过去8年的健保会有近半数委员完全无换过，阁无基层的医疗人员参加。健保署长李碧忠接陈情书，强调会将声音召回为服务。我们有医师啊，医师又有什么那个医学中心、区医院、地区医院，然后这个药师又人很少，然后呢，这个有一些检验师就没有，所以我就觉得那个人真的不是很公平。另外，工会认为，伫医疗法也有其他相关的办法，应该明确规范董事会当中爱有劳工董事的设立，才能改善会馆医会现况，提升医疗品质。让我们这个董事会里面要有劳工董事在这个里面，并且呢，要能够明文的规定，医院的盈余要优先回馈于我们的劳工。工会认为健保决策无民主，呼吁修法，让医疗劳工的声音能进入健保会，这样真正让基层医护人员对健保改革有感觉。李碧忠回应，改革唔是一下就做会到，无法度保证第5届健保会成员等有医疗劳工参加。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一名姓郭大商伫正月底对中国返来台湾，也毋过互发现讲，伊伫期间检疫期间3天是出门7届，驶特斯拉拍走，嘛互台中市政府罚100万，也毋过因为过期无立罚单，伊的特斯拉嘛互查封。法务部嘛呼吁民众罚单无立，毋立财产会互查封，计互限制出境。执行官准备查扣这台特斯拉，佮要对这个姓郭大商的财产实施强制执行，予伊是大声话冤枉。我已经缴了，我已经缴50万了。你缴50万，问题是你欠100万。这个姓郭大商伫正月底为中国回台，毋过伫居家检疫期间3天内就处罚7摆，去互台中市府罚100万。毋过伊讲伊出门是为着要修理车，佮因为着伤要看诊才会来违规。伊强调家己有提起诉愿的必要性。希望台中分署暂缓执行，不过按照法律也是爱强制执行，不会因为他提起诉愿而停止执行。那第二点就是认为他有一些委屈，他认为基本上防疫的规范对他来讲并没有说得很清楚。这个姓郭大商表示，伊已经成立50万，另外50万分做18期，名下财产甲这台特斯拉也互查封。另外，伫高雄也有14个违反规定的义务人受强制执行，包括伫同一间防疫旅馆隔离期间互相开讲的4个民众，佮有2个伫检疫期间离开房间添烧水的民众。医务人如果有在场的话，那我们就会去执行，就是请他来缴清。那如果他还不缴清的话，我们就会去执行。如果说他还有其他被我们查到的财产，我们也会去执行。新北市府也对这名受罚毋过拒绝立罚款的义务人实施强制执行，包括这个59岁姓郑的男性，伊违反检疫规定，名下建物也互查封，毋过伊迄顿工就立清罚款。行政执行署23开始全国同齐实施强制执行，若是有义务人无立清罚款，毋拿名下财产会互查封，也会互限制出境。记者综合报道。云林的农民最近是真怨叹，讲过欠水，无水通饮田，准备要接线来抽水井，结果有真侪所在水井电线煞互偷摕走。警方已经抓到一名嫌犯，伊承认讲有偷走28公斤的电线，大约卖5000外块。去年雨落了少，经济全国水欠用，现在阁是一期稻作的灌溉用水的高峰期，为了保障用水，农田水利署云林管理处看情形。紧急启动清水井抽水补充，但近期却发现，原来包括斗南西的顶乡镇，周围的地下水井电缆线被偷假，恐惊影响灌溉。你无接就无水可放啊。嘛是爱放啊吼。对啊，
都是我们的水井都是在郊外，所以来讲有很多相关的配套，可能暂时可能还没有办法了。不过我们会检讨。云林管理处表示，云林的管区包括南投、云林、嘉义，总共500座的地下水井，管区的农田面积达2万公顷，但今年拄上各地欠水，若无启动清水井补充水源，鱼仔恐惊被打死。向警方报案后，警方在22号抓到一名李姓嫌犯到案。分析地源及清查县内的各个资源回收厂，发现我们辖区有一名李姓男子设有重嫌，那我们就经多日的跟监埋伏，那在前22日将其查获到案，并查扣电缆线1批。我们有一个机电联报，等做完之后，就是发包程序完之后，我们才报。我们已经先报公文上去了，说要准备修理这样。警方表示，目前查扣这批28公斤的电缆线，市价大约5000块。李姓嫌犯对了新营第3个地区偷加电缆线，嘛在2个地区来偷加，但是如果涉及其他地区的电缆线窃案，阁需要来调查。对此，农田水利署云林管理处就讲，目前已经积极发包修复中，希望等将农民用水的影响降到上低。记者用云林报道。这个228连续假期传出花莲地区的饭店订房率只有5%，业者是讲这是有史以来上稀微的228假期。县政府认为讲应该是打过年，学校嘛开学了，所以游客较少。春节连续假期拄结束，花莲4月拢是人的情形，大家也过会记的。不过，数落来228年假，饭店民宿的订房率正低。228年假平均只敢拿5成到6成，3个订房率只敢拿1成。3月份其实很多的业者都在反映这件事情，因为整个的住房率低到不到1成，而且甚至1成以下。这个对于整个的观光环境是不正常的。去年的补助到今年的疫情的这个发展，虽然现在已经控制住，但现在的这个旅客他的心情还是有点担忧了。花莲县政府认为，唔那是受到疫情影响，包括228年假加过年的年假生活，而且已经开学，所以民众较袂想要出来耍。因此，县府推出太平洋灯会，希望吸引游客。太平洋灯会还会持续到3月6号，我们欢迎全国的游客来我们的鲤鱼潭看我们的红面鸭，还有太平洋公园来看我们的灯会。因为3月本来就是淡季，观光业者有高将要到4月份清明年假，人才会较多。希望政府会当甲观光业者办座谈，提出安怎提升观光的方法，和淡季会当吸引游客。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和平区北仙山树业区第85林班地，伫过年前爆发生火灾，大泽里阁传出树林起火，嘛出动直升机来拍火。目前阁有部分的地区火阁还未完全拍化。空军直升机24号上午继续伫起火点的上边坡这个所在来喷水。这场火为22号开始，一张小蓝木导火，真紧就烧到周边。小蓝木伫23号时阵烧到长去，落落下边坡，造成几落的所在拢有火。地面甲空中做伙来拍火，迄天下昼5点外就控制火势。这个枯立木闷烧后断裂，滚落到中横边道下边坡，而造成多处的团火。除了增派地面人员架设水线，以及背负式的集桶灌洒救火之外呢，同时也加强空勤空中投水。台中市北仙山树业区第85林班，伫中横台北线林37便道19.3公里的火灾，3天内总计已经烧了0.11公顷的面积。目前下边坡的火势已经控制，上边坡地面甲空中阁同步做伙来拍火。而伫周边邻近的所在，这个月6号嘛发生过一届火灾，当时烧了0.8公顷。当时林管处表示会调查原因。嘛，呼吁民众到山内底时阵，要小心用火。进入山区应该要留意用火，千万不要乱丢烟蒂，一起跟我们保护台湾珍贵的森林资源。当时林管处指出，上边坡的起火点一般的人无容易到，而山若伫火灾过了后，伊的植被非常无稳定。接落来嘛，会配合公路单位进行边坡的防护甲监视，互中横便道行车更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道7号准备要进入第2阶段的宽屏，也毋过有民众是质疑讲，国7起好，高雄的工业区柴油车进出，高雄的空气污染会愈严重，附近的生态嘛会受到破坏。
高公局是回应表示，国市是为了大高雄快速路网，希望会使加速货柜中心的交通哦。立委革命团是希望讲高公局应该要厘清相关的疑虑。为解决国道1号高雄路段当年塞车加速通高雄港货柜运输，高公局为101年开始规划国市高速公路，全长13公里，经过临海工业区、凤山区林，最后伫政府接国道10区。不过也引起部分国民反对，质疑国道7号未来作为临海工业区重要干道，柴油车进出会予国市沿线国民遭受空污，破坏自然生态。做了5次的调查初审，认定是不应开发，才23公里的道路要破1000亿，绝对会打破台湾的纪录。重点是再留子孙。国道7号计划书里面写的是要开发南新，往南往外3000公顷的石化专区，事实是假借车辆分流。自救会指出，101年国市一概环评结论是无应该开发，民代提出各种国市替代路线，拢无被接受。想不到环保署甲高公局都间接自改环评，经过8年100多摆环球自由调会议。目前国市各规划短短23公里500交流道，计划总经费980亿。交流道附近有通知吗？我们是尽量的去通知，因为我们这个阶段还没有办法去确定会用到谁的土地，因为要设计完以后才会确定啊。国道7号以后，它可以把这个大型车整个到高架上面去。多样的野生动物的分布啊，其中有包含22种的保育类鸟类。高公局表示，透过国道7号沿建立大高雄快速路网，加速货柜中心运输，国市由原伫自改环评，有过动工要过3年。中央第7所认为，路线经过基山断层，应透过风情工程解决。林部局表示，经过调查，凤山区林生态丰富，建议采用生态农道来建立。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洪成汉目前在推动气候变迁行动法的立法，希望让台湾在2050年会使零碳排。早起有真侪跨党派立委嘛做伙开记者会来支持立法。极端气候一直在发生，带来各种灾难。台湾小小嘛拄着挑战。去年因为无风台入侵，造成欠水、农产大规模停灌，阁有酸雨白化阁较严重。立委洪成汉积极推动气候变迁行动法立法，得到立法院永续会支持。2050的净零碳排不是一个环境，不只是一个环境的议题，而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议题。简单讲，企业做不到环境的保护，就拿不到订单了。气候变迁行动法要推动台湾2050年达到碳中和，就是要让温室气体净零碳排。立委认为，以现行国内减碳强度根本是假歹达标。如果照这样子缓慢的进度走下去的话呢，我们真的要在2050啊那个时候的净零碳排其实是做不到，所以我们必须要善用我们现在有的政策工具。立委洪成汉强调，欧盟、英国、德国、日本、韩国去年拢已经宣誓要达成净零碳排的目标。美国嘛，伫总统拜登就任了后，宣布要重新倒转去巴黎气候协定。尤其欧盟2030年要开始来征收碳关税，若产业无量早来应用，会受到真大冲击。记者林丹昌为台北报道。虽然教育部放令讲哦，天气上过凉冷的时阵，学生啊除了最好会使个加添衫。行政院长苏贞昌嘛支持，也毋过有民间团体调查发现讲，有7成以上的高中职、9成5以上的高中，嘛是佮规定讲外套袂使穿家己较小热的外套。学生要穿暖，教布别护短，教布别护短。台湾青年民主协会和10外位的二小代表，望教育部态度大硬，落实清查新规定。因为即马天气真寒，所以要求真侪学生，和学校禁止限制穿保暖的衫裤。统计425间高中职、181间国中、2856位的学生问卷，有72.5%的高中职、95.6%的国中，也是无下规定。75%的学校，7成以上的学校是不管怎么样，保暖衣物都不能外穿哦。
真侪学校规定，保暖的衫裤袂使踏伫制服的外口。有143间的国中和高中，爱气温到标准才通加踏衫。有超过3成46间的学校，就甲标准设伫10度。虽然教育部1月中搁再发函，要是有学校无照行，学生争取开放，说互校方反驳。学生提案的内容是希望学校16度以下开放这个御寒衣物可以外穿，学校这边还是在服务委员会最后这个提案就是被否决。学校只能定较为宽松的规定，所以纵使是透过服仪委员会或校务会议等等的民主程序，但是去定了较我们部班的规定更为严苛的相关条款，这个部分可能在法制面上面是有未尽符合之处。教育部表示，2月7日开始清查，若查到升学期改善，期限内若无改善，公校的校长会按照成绩考核处分。私校会第日起奖助和补助参考的根据。立委王婉如表示，已经透过预算提案，要求统整全国学校的规定，而且要设申诉的管道，方便学生来通报。记者综合报道。昨开始，高雄5个加工区拢改名叫做科技产业园区。经济部是强调讲，这园区半数以上的厂商拢已经毋是劳力密集产业了，所以改名叫做科学园区，对产业发展会有帮助。高雄南仔溪加工区2月4号要正式拆除扛棒，一透早就有真侪园区内底的劳工徛伫出入口，要甲加工出口区的扛棒翕相做纪念。加工出口区这几个月要行入历史，等待3月正式改名做科技产业园区。60%-70%以上都是科技产业进驻了，那这个代表我们以前的加工出口区从劳力密集已经到技术密集一个产业发展。那加工出口区的更名代表着我们的加工出口区转型转变。工人将加工区扛棒一支一支拆落来，南仔溪加工出口区伫高雄设立已经55栋，对基层劳力密集产业慢慢转变成高科技产业，见证高雄半世纪以来的工业发展甲产业转型。台湾的经济奇迹是加工出口区这一些骑着脚踏车、骑着摩托车的女工们造就出来的。不可否认，它真的以前是借由这群劳力的那个劳力密集的女工而衍生出来的加工出口区，也有它的荣景在。那因为改变的话，它变成科技产业的话，真的是名称上会让年轻人比较愿意来这边工作啦。因为真侪民众对加工出口区的印象都停伫过去劳力密集的时代，照着改名，唔单是宣布转型做科技产业，内部劳工嘛希望会当改变少年人对加工区的印象，吸引在地少年人留伫高雄就业。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有人讲台顶3分钟，台脚就爱拼一生。咱来看高雄有一个歌戏团的团长，伊专工成立一间歌戏的体验馆哦，有戏台，有戏服，会使学脚步、手路、学唱戏。伊希望每一个人拢会使来体验，认捌咱台湾的传统歌戏。换手简单的手势甲戏文，囡仔学了真紧。参加营队的囡仔，对咧阿良团长后壁，第一步爱先学上台自我介绍。我甲林子涵要去学歌戏。爱学身段、学拍锣鼓，这阵囡仔上有兴趣的，就是体验穿戏服。勒头巾呢要吊眉，就是要把眉毛这样。哇，你要把它绑勒起来，这样比较不会掉头。因的妆我也介好看，而且因的衫嘛介好看。我就早差不多2岁时阵，我是看到迄个新疆的衫，我就讲新疆该出去看更麻烦，然后我就直接演歌戏就好啊。我外婆带我去庙口那边看过，我就觉得她服装很好看，那妆也涂得很漂亮。2天的戏剧营队，囡仔就分组剧本化妆搬歌戏。甘明良负责全部的课程。伊去年底伫高雄成立这个体验馆，毋但重现德国病，请师傅亲手为戏台布景。后台嘛有真济因爸母的戏团收藏几10档的宝。有新的戏服以外，嘛有一寡咱旧的宝藏的物件，互大家知讲哦，原来歌年要几百年的历史。
内底有遐尔侪文化，包含咱服装，每一个时期，你看咱服装的一寡配件，你就知迄个时期流行啥物。甲民众讲，因为厝内有歌戏团，伊伫老母的腹肚内就学唱歌戏。大汉了后，毋若搬戏，伊嘛编戏做导演，作品有传统的，嘛有现代的。有时间就四界教囡仔唱歌戏。这个时代流行啥物，阮就做啥物。所以我感觉歌戏的上大的危机是安怎？是咱无进步。咱本身咱忠实人民的无进步，咱的囡仔需要实地去摸着、去看着、去听着，去真正去演着，伊较有感觉着讲这个文化伊的存在的空间。虽望即马真侪囡仔台语袂认得，有诶佫毋捌看过歌戏，伊希望透过体验，互大家真正了解歌戏是啥物，真自然歌戏的文化就会当保存。记者陈亚文华为做高雄报道。来看南投的北港村有一款真特殊的香鱼产业，这嘛是客家族群传统的文化。最近嘛有争取到经费来推销香鱼，希望大家明白嘛介意这种香料。全新的香鱼工作室伫南投的国信乡新建完成，侪来宾来参加落成的仪式。客委会副主委期待未来才会使传承早期的客家技艺文化。我们的师傅。那师傅都是等于是长辈了哈，他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了。透过这样一个传习，让年轻的实习生知道说，这样的香茅油提炼的一个过程。那全国我们有选出了8个点，那其中一个是在南投的国信这里。香鱼产业是客家人的一种传统文化。20年前，老长坤邀请80岁专业老师傅，指导要安怎起订，为着避免这项技艺失传，特别把过程记录落来。这摆才有办法重建这个香鱼的工作室。老先生也表示讲，这个炉是真特别，香鱼爱伫鼎的顶悬洗一年，才会当提炼精油。炉真特别啦，咱火下落吼，伊会伫鼎外吼会洗一年，才会延长出。咱普通的炉是怎样下入去？过迄鼎伊就起哩，伊这个香茅吼无共，你爱互伊洗一年，才有起哩。迄个火吼，才会集中会旺，才会滚安尼，才有法度去萃取这个草的精油。国信乡北港村的香鱼工作室伫台伫一线的大路边啊，未来会提供游客导览，佮旅游的体验服务，传承国信乡的客家的技艺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科技大学一群学生因专工针对老大人手会较无力，目睭嘛无介好，一寡特殊的需要，去甲传统的竹仔台这种佚佗物仔做改良。伫过程中嘛常常甲老大人来讨论，对老的细来讲，互相学习做伙成长是真特别的经验。你要弄高。竹仔台大车柄，两位老大人一人占一边，想办法要甲竹仔扔入去空内底。那这项佚佗物，阁有接竹仔布壳的比赛，考验长辈反应，阁有用纸板组合偏目喙的活动来训练头脑。这项改良过的佚佗物，互老大人是算甲笑嗨嗨。都是呵护年长的也是呵护有头脑比较退化的，比较简单的。也有比较难的，都有设计到。其实这寡佚佗物，拢是老大人甲台中科技大学的学生做伙设计。长辈分享因细汉佚佗物的记忆，学生根据长辈的需求落去改良，用纸板等简单的材料变出新创意。观察他们喜欢的颜色，那还有他们使用东西，可能在钻的时候比较没有力气，或者是在拉的时候比较没有。就是比较不稳，那去这样子看他们哪边比较欠缺。在学校做设计，其实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这次活动的方式，然后我们同学直接到场域里面跟长辈们一起讨论，最后一起体验了。这项活动改变学生设计物件角度，而且嘛，让少年世代甲社区长辈互相交流激头脑，甲充满古早味的佚佗物，佮结合新创意甲个人的需求。老大人算起来就当更较顺手。记者综合报道。下晡半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9度。
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外岛地区上低14度，上悬2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